巴迷新聞台。咁由於小 P 屋企樓下發生咗單意外，一架的士呢喺行嘅時候喺利港街附近，司機同大家解釋話呢，懷疑係一個8歲嘅僆仔無啦啦衝開斑馬線，交的士本能剎一切，最後都係撞到佢。而家睇下係咩情況？地面地下上流有血跡。警員向的士司機接受查問。你咩名先咩？因應的士意外封路影響，九巴40同2196X 曾經受到塞車影響，輕微班次延誤。巴迷新聞台記者九巴仔報道。